那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南庄长大嘛，那南庄就是在后山后水的地方，就是很乡下的地方，然后随时都可以听得到虫鸣鸟叫啊，然后看得到树，然后像我们家前面还有小河流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后来到台北以后有压力的时候，就会很倾向于就是去外面，然后看看天空的感觉啊，然后走到一个有很多的树，然后有草皮的地方，所以青年公园就会每一次我可能需要排解一些心关度底部的一些负面情绪啊，或者是挫折，或者是压力的时候，我都会来的地方。